Lewjawai tu sa kadam-daman na makatina na sulevat. Saka tu sa kadam-daman aruta sepui na kainua cemas. Imazai tua irimi a sulatan. Imazai tua tiro kayan. Imazai tua un makaran patu 20 katu 5 karan. Sepaca kayan imazai tua ita karan patu sepaca karan. 耶利米书3章6节到25节，4章1节到4节。以色列和犹大必须悔改。耶西亚做犹大王的时候，上主对我说：“你看见了那不贞洁的女人以色列的行为没有？她离弃我，在每一座山头上。每一棵绿树下卖淫。我以为他做了这一切后会回到我这里来，可是他没有回来。他不贞的姐姐犹大也看见了这一切。犹大看见我离弃了叛逆不贞的以色列，给他休书。但是不贞的犹大并不怕，反而自甘堕落，也沦为娼妓。一点儿不觉得羞耻，他也玷污了土地，他拜石头、木头，对我不贞。做了这一切后，以色列那不贞的姐妹犹大假装回来，但不是出于诚意。我上主这样宣布了。上主又告诉我，以色列虽然离弃他，但比那不贞的犹大好些。因此他命令我到北方去向以色列宣布，不忠的以色列啊，回到我这里来吧。我对你的爱不变，我不永久向你发怒。我只要你承认自己的罪过，承认你得罪上主你的上帝，曾经在每一棵绿树下跟异国的神明行淫，违背了我的命令。我上主这样宣布了：不忠的子民啊，回来吧！我是你们的主人。我要从你们的每一城市选出一人，从每一宗族选出2人，带回锡安山去。我要赐给你们合我心意的统治者，他们要用聪明和智慧来统治你们。你们在这一块土地上重新繁盛增多的时候，人民不再提起我的约柜，不再想起，不再纪念。他们不再需要约柜，也不另造一个。到那时候，他们要称耶路撒冷为上主的宝座，万国万民都要聚集在那里敬拜我。他们不再受顽固和邪恶的心驱使作恶。在那时候，以色列将跟犹大联合，他们要一起离开北方那流亡之地，回到我赐给你们祖先做永久产业的土地。上主说：上帝的子民拜偶像，以色列啊，我多么乐意认你做儿子，把全世界最美好的土地，那最肥沃的赐给你。我以为你会叫我爸爸，永不再背离我。但你对我不忠，向不贞的妻子私奔，我上主这样宣布了。听吧，山头上有呼声，是以色列人流泪哀求的声音，因为他们偏离了正路，忘记了上主他们的上帝。离弃上主的人啊，回来吧，他要医治你们，使你们不再背叛。你们回答：是，我们要回到上主那里，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在山头上拜偶像，得不到一点儿好处，唯有上主我们的上帝能够拯救以色列。但是我们拜巴力，那可耻的偶像，因此我们失掉了羊群、牛群、儿女，就是我们祖先自古以来建立的一切家业。
我们应该以羞耻做床铺，以耻辱做被单。我们跟我们的祖先常常得罪上主，我们的上帝。我们一向不听从他的命令，呼召以色列悔改。上主这样说：以色列人啊，如果你们要回头，就回到我这里来吧。如果你们除去我憎恨的偶像，不再摇摆不定，你们就可以用至诚正直公平的态度指着我的名发誓，这样万国都会向我求福，都会颂赞我。上主这样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你们要开垦没有耕犁过的土地，不要在荆棘中撒种。犹大和耶路撒冷啊，你们要在心理上受割礼，把自己献给我，你们的上主，不然你们的恶行会激怒我，使我怒火中烧，没有人能够扑灭。哀求开暖之吗？Sa tuchu asini san apurwa kai imazaitwa sepata kayan。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你们要在心灵上受割礼，把自己献给我，你们的上主，不然你们的恶行会激怒我，使我怒火中烧，没有人能够扑灭。耶利米书4章4节。读出啊，大家们啊，心里不把达湾下定决心。下定决心kinman na kika kezen jayau ru kika kezen toa kinman。先知耶利米呼吁的对象是一群拜偶像的以色列民，他们之所以堕落，不仅是因为外在的引诱，也是因着心中的软弱无力使然。故此耶利米呼吁这一群百姓要凭借至诚正直公平的态度，指着上帝的名发誓，以宣告内心的悔改。此外，他也借用农耕的比喻来劝勉，要以开垦荒地的态度下定决心，杜绝一切偶像的引诱和败坏。这样的决心如同在心理上受割礼，经历拒绝旧有的自己与拥抱新生，而将自己再次完全的献给上帝。在信仰生活中，有时我们懂得多，却实行的少。宗教知识和信仰行动之间有很大落差。这情形并不仅限于基督徒，更常出现在生活与罪中的人。如保罗所说：我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罗马书7章19节。或许这正是以色列人民的问题，他们明知拜偶像之恶，却迟迟无法改变自己。正因如此，我们更需要认真思想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以谦卑的心领受，并以顺服的态度回应上帝的话语中的指示。1860年9月24日，是宣教师杜加的牧师与金福尔牧师首次来台。登陆淡水的日子，根据基督教在台湾的发展书记记载，当时杜加的发现台湾人大都能讲厦门的话，他感到非常意外和兴奋，就在日记上写道：淡水整个地区为福建漳下一代所迁来的移民，说的也是厦门话，而台湾全岛也以厦门话为普遍。这是一个不平常的现象。跨过海峡，这里仍旧通行着同样的语言。在中国大陆隔了100里，就使我们觉得言语不通了。因此我们耳中似乎听到一种强烈的呼召，到这里来帮助我们。
直到上帝的福音在这里发扬光大起来。此后，杜加德用坚决的行动回应上帝的呼召，一方面每天花8个小时编撰夏音大词典，一方面写信给差会，要求派宣教师来台。经过他的呼吁，1865年英国长老教会差派马雅各医师来台宣教，杜加德亦陪同在旁，努力协助数个月。从登陆、考察到根据地的成立，杜加德用决心回应了他对上帝的承诺，使福音在台湾扎根。无论是下定决心离弃罪恶，或是下定决心顺服上帝的呼召，重要的是并不是只要决心，而是人愿意认真面对，以行动回应上帝。当人起而行，上帝将要动工在这人身上，并使他走在上帝的应许中，成为荣耀他的器皿。Acu mana sini pada ka tu cua ka jaman-jaman. Saka latinana kemelang. Tua mana sini papupi sulit tanutin. Tua mana sini pada ka tanutin. No kana 下定决心的点。加巴苏水萨卡玛雅，加西北港萨卡玛雅爱传神圣案，萨卡na kuya sa amin na kaya si Evivo si Evivo ini katina veka karakuda tayaw saka latina na kemelang ai chua jijen no isasada cinto ai chua na kuya tayaw kika kejun cinto ta kinuman tayaw no kika kejun cinto ta kinuman taramakai tina benara pasusu to mana sini pada kata nuata cemas saka jejen latinana kika kejeng tuata kinuman sakana maka yang atina baika karakuda sakanu na baika antina karakuda cara kasen sengen nua cemas yau saka latinana kemelang tua mana sini pada kata nuata cemas imazai tua sini para luang ata janutin neka nikanu car shivara lakwa cemas manaru benara tua kemudanga latinana pasususu tua mana ta sini pada dekat tenua ta cemas atinana masizwa tua ta kinuman aurina makai tinana kika kejeng tua ta kinuman sakana masang turivesantin nuata cemas ayakana adimiki kita pasamarau tantina mapulat satu处心里把给你们，我有哪些明知不可为，却常起为之的过犯？我要怎么改变？我有哪些明知不可为，却常起为之的过犯？我要怎么改变？Sinaya tu so ka jaman-jaman aurita kika luina kinmem latina na gamalo kinmem ay kana pasamarao ka inuli 感谢上帝因着你的恩典，使我得以有重新来过的机会。我愿再次离弃一切罪恶，回转向你，并依靠圣灵过全新的生活，不再和旧有的自己妥协。奉主的名祈求，阿们。Mali tu suka jaman-jaman nama kaji nama Islam kilarai takamilang to mana sini pada kata nuata kama cemas ori nama kaja sika kejengan to kinman saka nama kaya ngatina kiparain to mana varung nuata kama cemas no nakika kejengting to kinman manarui makaitina kipusensengan manarui makaitina karakudan no amina kika kejen to kinman sa ini katina baika kipusensengan mata neka azwa saka latina na kamelan latina na kisamula
Lacina na kemelan to mana sini pada ruan sini pada dekat tu saka zaman-zaman jam cina mapulat saka mali-mali parme kenu izo ini kana madungwa aku sinu puan lamuna pada kacanga saka mali-mali lacina na sudiba tu saja kini adavan taja pingan